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真侪人可能捌看过这字，常常唔知讲台语要安怎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标，鱼标的标，第7条。标就是鱼仔的蹼地，咱讲鱼标；啊那麻，咱讲是麻标。标嘛是大部分鱼仔一款特殊的器官，伫咧鱼仔的中央内底有空气，会当春秋控缩，调整鱼仔的重量。鱼仔伫咧水底就会当呛悬或者是沉落，亲像是鱼仔的救生壳啊。古早嘛有台语字典写做表或者是飘的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鱼标，会当讲是鱼仔的前蹄啊，嘛会当讲是鱼仔一款的器官，互定骨鱼讲的鱼仔自由铺陈，帮助听觉也有发音。伫咧鱼仔骨的两骨的骹是白色薄皮加两层。第二个词读做乌鱼标，就是乌鱼缸的前蹄啊，和乌鱼子同款，拢是足热市的高级食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一般鱼标和鱼仔的腹内，咱拢唔食，也毋过鱼标却是鱼仔上界有价值的部分。像讲乌鱼标和乌鱼子，拢是真热市的高级食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